喺現有嘅房屋裏邊咧，係佢唔改變個大細嘅嗰個尺寸咧，淨係換新嘅咧就唔需要建築許可證嘅。咁當然最好都係一定要揾一啲有經驗嘅做開嘅施工人員啦。咁第二咧就係、如果佢係要擴大咧，就係亦都係跟翻建築規範個比率咧，離開紅線嘅距離嗰個比率而去可以計算。咁當你擴大嘅時候，個窗如果係由細而嗰度大，咁就呢個就要建築許可證，因為關係到咧，我頭先講過喺門窗上面都有橫梁。咁當你擴大咗呢一個窗門或者係呢一個正門或者係側門，咁你上邊就一定要有一個橫梁計算，係保障安全。Hello， 大家好，我係領豐地產嘅 Carrie Ho， 今日咧好榮幸邀請到啦我哋安大略省啦建築師學會嘅副主席楊國傑先生 Thomas Young 上嚟同我哋咧做一個後巷屋同花園屋嘅建築分享嘅。咁恭喜晒 Thomas 先啦喺呢度，咁係代表咗我哋呢個為我哋環增光啦，成為咗安大略省建築師學會嘅副主席。咁佢除咗做咗副主席之外咧，佢亦都擁有咧35年啦喺國際性嘅土地開發啦、項目開發管理嘅經驗嘅，而且佢亦都擁有加拿大啦同埋美國嘅建築師執照嘅。咁喺多倫多嚟講咧，佢有一個咧曾經獲得好多個獎項嘅作品嘅，就係呢個7171呢個 Yonge Street 嘅。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你當年攞咗幾多個獎啊？可以啊，多謝 Carrie 咁嘅邀請啦。咁呢一個係其中係呢個大多倫市最大嘅一個商住嘅項目。咁當年好僥倖啦，都話即係攞咗4個獎，係最佳嘅高層獎啦，同埋係最佳嘅城市規劃商住嘅改變用途獎啦。亦都係最佳嘅室內櫥櫃嘅設計啦，同埋嗰個喺呢個能源方面係金獎嘅。哇！我相信呢個唔係僥倖啦，係因為你嘅經驗啦，同埋你真係嘅用心設計咧，先可以獲得咁多獎項嘅。咁喺呢度恭喜你再一次。多謝。係啦，咁我哋今日好榮幸啦，就請到阿 Thomas 過嚟同我哋咧分享下依家一個現在好流行熱門嘅一啲嘅項目，就係話咧大家喺多倫多如果擁有自己嘅屋嘅時候咧，都好有興趣想做一個後巷屋嘅翻建啦，或者建設多一間嘅花園屋嘅。咁我哋喺呢度咧想問下咧，其實後巷屋同花園屋咧有冇分別嘅咧？係呢個問題問得好好 Carrie 就喺呢一個而家喺市面上咧就好多人都係講呢一個話題。咁其實咧呢個兩樣嘅屋咧嘅種類咧，其實咧就係唔同嘅嘢嚟嘅。咁咧就其實源於開始5年前咧，就係呢個安省政府同埋特別係多倫多牽頭啦，多倫多市啦牽頭咧就係將提升呢個住宅嘅用途咧，就考慮到是否可以喺後院嗰度會係增加到一啲嘅單位咧。咁而係我哋講嘅而家後園屋咧，其實佢英文就叫 garden suite 或者係亦都有人叫佢 granny house， 即係一個奶奶房咁樣。咁同呢個 alley house 咧，即係後巷咧，同花園屋係兩樣嘢嚟嘅。有差別嘅。冇錯。咁個差別係乜嘢咧？大家係咪都會需要攞 permit 咧？喺 permit 方面需唔需要申請嗰個許可先可以翻建咧？係咁嘅，咁其實咧就喺呢兩種嘅形式嘅加建之中咧，唔係所説嘅即係市面上所嘅咁容易嘅。咁其實咧係冇錯，你問得好。咁首先我哋先講呢個後園屋啦，即係或者 granny house garden suite 咧。咁佢呢個咧就係主要就係佢係起一個唔係面向後巷嘅。咁我哋相信好多朋友都去過呢個市中心啦，即係嗰啲後巷咪有好多啲嗰啲咁嘅塗鴉嗰啲啲車房。咁嗰啲叫做一條叫後巷。咁嗰類咧就後巷街。咁我哋先講呢一個奶奶房，就係話其實佢係要經過，唔係每一個地咧都一定係起到，佢有好多限制。咁係其中係一個要申請呢個改變用途，
嘅過程，可以講基本。如果你要由去預備圖紙申請到畫好晒，再去送審嘅時候咧，基本你講係離唔開9個月到，大概即係1年多。你批咗之後，你先至可以興建嘅啊。咁第二類咧就係呢一個後巷屋啦。咁後巷屋咧就同花園都有少少唔同嘅，就係話喺個申請上，巷屋咧就係有申請方面其實係比較簡單，因為佢如果你個地塊係符合到佢嘅建築規範咧，咁就唔需要經過改變用途同埋一個公聽會嘅形式去實行。咁通常咧後巷屋有咩唔同咧？最主要最大分別就係話，佢除咗建築規範要求唔同之外咧，佢係一定係面對後巷。咁你可以有一個車房，或者冇車房，前面有停車都得。即係後巷屋咧，就基本上就係話喺間屋嘅 backyard 後面仲會有個車房，有條 laneway 或者係可以車行嘅地方，嗰個就叫後巷屋啦。咁而至於我哋講嘅garden house 咧，可能就係話喺個 backyard 中間嘅，喺個花園中間起嘅，我哋就叫做花園屋。係，通常咧就個地就冇咁大嘅，通常都係推到最後嘅，咁佢有一定嘅即係嗰個間距同埋後退嘅要求啦。咁所以係呢方面係最大唔同，同埋個建築方面亦都有唔同嘅。咁面積方面咧，會唔會話邊一啲咧係可以可唔可以起2層啊？或者係面積邊一類型可以咧利用個空間範圍可以放到最大化咧？嗱，就如果係講建築面積咧，就係呢個garden suite 咧，或者係奶奶房咧，就最大喺而家嘅 bylaw 嘅建築規範咧，係最多係600尺，即係可能佢可以係2層。如果佢離開前面間屋係4.5米或以上咧，咁佢就可以起到2層，就係一半就4米高嘅啫，4米即係大概係12尺幾啦，13尺啦。咁但係如果佢係離開多過4.5米嘅間距，同埋前面原有間屋咧，咁佢就最高可以起到6米。咁但係問題佢嘅總建築面積可能你有一個夾層啦，或者係1層啦之外，你睇下你個地有幾大。咁最高都起到6米，係有少少夾層咁嘅時候，都係最多總建築面積咧係600尺嘅啫。即係2層加埋都係600尺嘅啫。係啦，冇錯。咁個後巷屋方面咧？嗱，後巷屋咧就好少少嘅，後巷屋咧就係第一佢可以係推到去一邊，同埋係因為佢貼住嗰個呢個係啦，冇錯。咁如果你唔要嗰個 garage，可能你要褪翻前少少。咁佢可以係差唔多係1層喺個底部係800尺嘅。咁個高度咧係啦，高度咧如果佢係離開主屋係4米或以上咧，佢就可以去到最高係7米嘅嗰個高度。7米。如果唔係，基本都係以4米。咁以4米嚟講，佢就係一個平頂啦。咁如果再高啲，有陣時甚至係會要睇下個嗰個限制，可能佢要斜屋頂啊，增加陽光嘅咁所以佢平均嚟講咧，呢個後巷屋可以係去到1000零尺嘅總建築面積。哇！咁如果係咁，即係話喺多倫多市中心嚟講咧，能夠擁有喺後巷入邊有個車庫嘅屋，相對好似比較會唔會有啲吸引力多啲喎？係咪咧？因為建築面積方面都真係大咗，或者可能會唔會喺翻建啊、裝修嘅時候都會容易咗咧？咁其實咧容唔容易都過程係差唔多，因為點解咧？喺嗰個後巷屋同埋花園屋咧，都係要考慮到水電煤啦，即係接合同埋接駁去翻去前面嗰間屋啦原有間屋。咁同埋仲有佢係主要有排水啊，有衞生間啊，有獨立廚房啊咁樣。咁所以係是否邊種好啲咧？就要視乎你嗰塊地係唔係達到呢個要求。咁同埋咧就係要睇下你投入嘅大啲，咁當然投入你嗰個建築費又會多啲啦。係，咁其實呢一種類型嘅批文咧，係咪多倫多下底每一間屋都可以有資格去申請嘅咧？定係都要視乎嗰個 zoning bylaw嘅咧？係個 zoning bylaw係可以容許嘅，喺大多倫多市啫嚇，暫時我所睇到嘅文件啦。就係喺大多倫市，譬如話 Scarborough 啊、North York 啊、Downtown Toronto 呢啲地方可以。咁但係就要視乎每一塊地，佢唔一定有陣時你啲情況。舉個例子，
譬如話你嗰個後園屋咧，你中間係有一棵大樹，咁你棵大樹可能係唔可以去將佢移除嚇，咁嘅時候咧就可能你要避開佢啦。咁避開佢之後，可能避開咗都冇位置啦。冇位置。冇位置咁變咗就咁啊做唔成㗎。咁所以唔係話嗰個建築規範係喺度容許嘅，但係就係話視乎要個別嘅情況嘅考慮。咁喺呢個申請呢一類型嘅批文嘅時候咧，會唔會都需要做咧鄰居嘅聽證咧？需唔需要都要鄰居同意先可以起嘅咧？如果後園屋咧，即係或者係所謂嘅花園屋或者係 granny house 咧，咁咧就係需要經過聽證嘅，就要經過鄰居嘅意見。咁就反而後巷屋咧，如果你係合乎規範咧，咁你就係基本就直接去呢個建築許可證就可以，因為後巷屋好多時特別 downtown Toronto，我哋都知道喺市中心好多都塗鴉嗰啲又高高低低，啲人都唔係話咁注意，你反而有間靚啲新加建，佢哋都歡迎嘅。從業多年，仲揾緊突破嘅機會，或者唔係你唔夠努力，可能只差一個方向。領峰地產專業經紀培訓，幫你站穩每一步。因為我哋好多客人朋友咧買咗呢個二手翻嚟嘅時候咧，都希望做一啲重新嘅打造啊。例如依家經濟可能冇咁景氣啦，好多客人都會希望咧做到一個完成嘅地下室啦，嚟到去分租一下，有啲收入幫補嘅。咁 Thomas 啊，喺呢度想問下咧，其實我哋完成地下室係需唔需要攞批文嘅咧？呢個建築批文咧，其實就喺嗰個建築規範裏邊咧，有稍微有經驗啲嘅一啲嘅施工人員又好，或者設計人員好，其實都好清楚表列咗喺度嘅。咁喺乜嘢需要申請建築許可證咧？咁其實係有關任何改造嘅對結構方面有關係啦，或者你要增加新嘅牆啦，或者你係要增加有關呢一個衛生間啊，同呢一啲嘅吸排水方面咧係有相關聯啦。咁或者你揀咗個房之後，又影響呢個空調方面嘅回風啊、排風啊同埋消防嗰方面。咁喺呢幾方面有相關聯嘅情況下咧，都應該去申請建築許可證嘅。其實即係話我哋普遍嚟講，如果一個冇完成嘅 basement 要完成，係應該要攞許可證嘅。係冇錯，其實咧我哋首先要了解下個建築許可證嘅原意係做乜嘢？原意咧呢個建築許可證咧就係一個最低嘅要求嚟保障大家或者係大眾嘅安全啦。喺呢個生活嘅環境之中咧係安全。咁其實有兩方面嘅好大好處。第一咧就係你有咗建築許可證，喺呢個施工方面，譬如話你包括施工人員嘅保險啦，咁係呢一個萬一佢譬如話唔知咩原因留低啲嘢着火，咁你就好難追啦。你冇建築許可證。第二咧就係話建築許可證咧喺你有改造之中咧，咁啊 Carrie 你係專家啦，咁喺買賣房之中咧就唔會俾對方嘅律師咧去質疑，或者係要你有提供許可證嘅改造先至成交呢一個買賣嘅合同。係明白嘅。咁同埋咧，咁我哋好多朋友就話啦，想喺後邊有啲位置咧，有啲屋咧，可以喺側邊開個分門就最好啦，因為比較簡單係嘛。咁如果唔得嘅時候咧，其實可唔可以挖開後院嗰啲地嗰度咧，加個walk up 嘅 basement 上去咁樣嘅咧？呢個問題問得好啊 Carrie。咁答案咧係可以嘅。係可以。咁咧，但係可以之中亦都係要睇個別嘅情況。點解咧？主要咧就喺呢個建築規範開一個門，如果譬如話，首先我哋唔講起一個 walkout basement， 你 basement 開上嚟啦，咁就要睇一睇嗰個所謂喺建築規範你嗰個牆身嗰個後退線嘅距離咧，佢有一定嘅開窿嘅所謂一啲係防火嘅要求。咁如果佢已經達到咗原本側根嘅窗嘅叫做 unprotected opening 嘅時候，係已經超出或者佢仲有多餘就 OK 啦。如果冇咧，你嗰個門就變咗要係一定要防火門，然後咧佢有權唔俾你嘅，因為佢保障擔心，如果萬一呢間房屋着火時候會牽連到隔離，咁係呢個係建築規範好多年測試。而第二種咧就係你問到，如果喺呢一個地庫嗰邊而開上嚟咧，咁呢個就會影響到首先要嗰個地嘅 zoning bylaw要 check，即係話
離開你嘅物業嗰個紅線嘅間距後退線足唔足夠？因為你起咗埲牆挖咗落去之後呢，除咗要排水有經驗嘅施工人員去連接嗰個排水之後，因為你落雨樓梯急落去啲水就自己喺度，因為特別融雪嘅時候冇得排水就變咗直接入咗地庫啦，係咪？咁所以就唔係一半嘅，係而家必須要揾一啲有經驗嘅施工人員做。咁當你一做嗰個護土牆嘅時候呢，咁變咗佢計算嗰個後退嘅距離就要足夠翻原有。如果唔係，你就要去做一個簡單嘅申請，希望大概要3個月等佢一個小型工程會批唔批准，先至可以進行施工許可證嘅申請。即係如果要喺後院挖個分門咧，就有機會要小型工程會嘅。側門就會難好多，就為後院比較簡單啲嚇，後院就應該就唔需要嘅通常。咁咧，其實除咗呢個分門出入啦，或者完成地下室之外咧，仲有遇到好多客人朋友咧買一間翻嚟就係話：哎呀，覺得間屋唔夠光猛喎，少咗啲窗啊咁樣，可唔可以開多幾隻窗喺某啲特定嘅位置，或者將廚房位嗰啲窗加大佢啊？咁加大或者改大隻窗，又需唔需要都要攞批文嘅咧Carrie 呢個問題問得好好啊！首先咧，如果門窗喺現有嘅房屋裏邊咧，係佢唔改變個大細嘅嗰個尺寸咧，淨係換新嘅咧就唔需要建築許可證嘅。咁當然最好都係一定要揾一啲有經驗嘅做開嘅施工人員啦。咁第二咧就係如果佢係要擴大咧，就係亦都係跟翻建築規範個比率咧，離開紅線嘅距離嗰個比率而去可以計算。咁當你擴大嘅時候，個窗如果係由細而嗰度大，咁就呢個就要建築許可證，因為關係到咧，我頭先講過喺門窗上面都有橫梁。咁當你擴大咗呢一個窗門，或者係喺呢一個正門或者係側門，咁你上邊就一定要有一個橫梁計算，係保障安全。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需要建築施工許可證。咁喺需要攞呢個施工許可證嘅同時咧，需唔需要咧隔離左右嘅鄰居嘅同意嘅咧？如果係跟足規範建築規範，你嗰個地嘅建築規範咧係唔需要嘅，你只係用一個即係純粹係一個申請嘅流程。係啦嚇，佢唔可以冇權去反對你去咁做。咁我諗大家好多朋友聽到呢一個答案都會好開心啦，咁就係啦。咁另外仲有就係話啦，如果我哋嫌呢間屋嘅外牆，例如磚啊或者太舊啦，太過唔符合依家個潮流啦，咁想改造埋個門口出邊嘅外形嘅個磚啊咁樣嘅，咁又需唔需要攞批文，同埋需唔需要鄰居嘅同意咧？咁你講緊嗰個磚係個地面，你話嗰個牆身？個牆身。OK。係啦。個磚個牆身咧係咁嘅，牆身嚟講咧，最好就係攞咗一個建築施工許可證。喺呢啲情況其實係好簡單嘅一個申請啦，唔會複雜嘅。最主要點解咧？就係話佢有少少你係重新將啲磚換過晒嘅時候咧，佢有一啲啲嘅灰色地帶。咁所以最安全就係因為你又要棚架搭起啦，一路砌上去嘅咁所以為咗呢個投資者嘅保障安全同埋保險各方面咧，我都係建議喺呢個咁嘅情況咧，都係攞咗呢個建築施工許可證，亦都係唔困難嘅。唔困難嘅，亦都唔會話我受到鄰居影響而唔俾你去做嘅。喺呢個情況係佢哋冇權反對嘅。因為原本你都係磚，你只係換咗另一啲磚，係你自己本身技術上嘅要求，佢對建築規範冇任何修改。好嘅，明白。咁然之後咧，就係話，如果我哋想加大我哋現有嘅房屋個面積啦，咁好多朋友會選擇喺後邊咧會加個太陽房啦。咁喺太陽房方面又有冇話咧需唔需要攞批文？又或者係話如果我加細啲，係咪可以咧避免咗攞批文咧？嗱，其實呢個咧就係一個相當好嘅問題啦。咁亦都中間牽涉好多嘅可能性嘅，因為點解咧？喺加建嘅時候，我哋首先要每一塊地要睇一睇佢嗰個叫做覆蓋率。譬如咩叫覆蓋率咧？譬如話我哋就係以一層嘅計算平面，譬如你個地係100，而我哋第一層淨係喺第一層，如果係佔咗35，你個地係100。咁佢嘅覆蓋率就係35%。
咁而每一塊地佢都係商業住宅都有一個覆蓋率嘅指標嘅。咁所以要睇一睇原本譬如話你買間屋係我只係起到22%，而容許係33、35%，咁你相對上你就有差唔多10% 走盞。OK， 咁如果喺咁嘅情況係建築規範係後退各方面可以呢，咁你就加咗之後唔超出咗原有嘅建築規範呢，咁只係一個總規同埋建築呢個施工許可證嘅申請施工圖，就鄰居係冇權反對你嘅。係咁樣嘅35%嘅。每個城市每塊地都有啲唔同，大概一半在33%覆蓋率咁上下啦。好，咁大家又獲得咗好多嘅好有用嘅信息啦。咁對於我哋於買一間屋翻嚟要點樣加建啊、裝修啊，都有一定嘅認知啦。咁我哋大家如果仲有啲咩問題都可以發 email 俾我啊。咁我可以再請教 Thomas 或者係你哋可以直接有咩裝修工程啊需要翻建都係直接聯絡 Thomas 啦。多謝 Carrie。係喺呢度多謝 Thomas 過嚟同我哋做呢個專訪嘅。